那新的关呢，大向容器公司，伫去年11月份就提出公司的大量改评计划书，一届要甲96个员工洗头路，内底45个是台湾人，有51个是外劳。即马特要过年啊，佫无透露员工是真歹过。昨昏起，新德县政府头前抗议，要求县府主持公道。过场没钱之前，有钱过场没钱之前。员工手提抗议牌啊，来到县政府，希望县长斗3工。新德县大象容器去年年底将公司96个员工洗头路。另外，也传出公司应该发给员工的遣散费用出问题。员工讲，这个年空间会真歹过。过年大家也知道，我们每一个家庭都要支出，要用很多钱嘛。那我们现在没有金钱来路了，那人家过年高高兴兴，我们过年就要，因为大想我们会哭啊。被之前的情况之下，我们需要是被合理的对待。我们合理的对待就是必须是在当我们要离开公司的时候，我们就必须要把我们该所有给付给我们的金额、现金全部都到位，而不是一张债权凭证就把所有辛苦的劳工都打发掉了。新德县劳工处表示，针对员工的诉求。顶个月，劳资双方已经开过协调会议，11下晡会再讨论一摆。未来若是公司无照规定发改评费用，县府会先罚公司30万至100万。我们希望在今天下午3点召开的调解会能有对于劳工有益还有有利的这个进展。那我们新竹县政府劳工处将会持续的主动的来关心这个议题啦。那我们会根据相关的法规还有我们中央还有我们自己县政府的各种资源来协助我们劳工来保障他们的权益。针对公司近年一边裁员，一边搁继续对外招技术性人员，劳工处已经要求公司暂停找人的动作，未来也会协助保障劳工的权益。到记者截稿进前联络大象公司，目前无相关回应。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